屋企嘅大房好大煙，已經話頂唔順要暈啦，跟住應該真係暈咗。佢同最愛、佢最中意嘅貓一齊走。呢個係我人生嘅第一層樓，亦都係我全部資產。咁即係點啊？宏福苑5級大火造成沉重嘅人命傷亡，唔少災民都會問：究竟點解會發生今次慘劇？係地盤工人吸煙，你又喺度食煙啊？棚網發泡膠助燃，消防警鐘唔響，釀成呢次慘劇。成個大維修工程出現咁多問題，更多業主質疑當中有冇涉及圍標利益輸送，而鑄成今次大錯。咁當時業主提出就話呢個發泡膠係唔可行嘅，咁但係奈何咧，法團或者承判商都未有去接受，佢哋覺得佢話冇問題嘅，咁我覺得冇乜問題咯。感覺咧呢一班法團咧，其實係好挨住呢個大維修嘅承辦商嘅。事實上，宏福苑大維修工程由造價以至支付方式，一直令唔少居民對業主立案法團不滿。上年6月就曾經發生過管委會拒絕小業主旁聽大維修會議，引起強烈鼓噪。我哋係業主嚟㗎喎，點解唔俾我哋入去啊？開門啊！話你冇意思啦，點解冇意思啊？我係業主㗎嘛，你係我哋啫。你係光明正大嘅，你光明正大你就應該俾人聽㗎嘛。你越係咁樣做咧，就係惹人遺書咯，黑車作業咯。睇返資料，宏福苑係喺16年收到屋宇署嘅強制驗樓令，19年經業主大會揀選咗呢次出事嘅顧問公司鴻毅做檢驗，其後仲中埋標成為大維修嘅工程顧問，負責協助法團招標、制定標書同監督工程。當時一共有57間承辦商回標，管委會亦會見咗14間承辦商。24年1月，法團召開業主大會，最終通過3.3億維修方案，並且揀選咗宏業為承建商。作為一個業主咁睇到有咁多承辦商去參與呢次招標，咁認為都應該會係去一個好公正嘅情況下去進行招標啦。奈何咧就去到翻晒標書嗰陣時做分析嗰陣時啊，顧問咧亦都好明顯用一啲技巧玩呢個評分制度，挑選咗一啲去合心水嘅承判商啦，俾咗個好高嘅評分啦。睇返顧問公司當時嘅分析，宏業係57間投標者中最高分嘅，被列為 B 級別評級及次選考慮。喺過往8年訴訟記錄一欄，指佢哋因為冇法律訴訟而得到3分滿分，面試總得分75分。據講喺市建局樓宇修復公司登記計劃中嘅項目管理評分中，宏業亦曾獲評核100分滿分，但我哋翻查資料，宏業過往曾經涉及多宗嘅民事訴訟同埋勞資殺傷，前股東仲曾經涉及貪污案而被判囚。背景咁多問題，點解顧問喺分析報告入面一啲都冇提？有業內人士話，原來評分標準一般都由顧問公司建議法團制定，可以話根本冇既定嘅準則可言。落實啦，去揀判頭，去以佢究竟做唔做呢單工程嗰陣時咧，咁咧就係顧問咧遊說業主啦，就係話揀啲評分制度高嘅判頭，咁啊好過揀一啲價錢平嘅判頭去做啦。咁當然啦，有好多判頭價錢都係平嘅，咁但係佢亦都俾咗個好低嘅評分佢哋嘅。咁到最尾揀咗出嚟，宏業嗰個總標價係3億3800萬啦。其實大家當初揀咗之後咧，係唔知道宏業究竟係第幾標嘅。我哋每戶平均嚟計係夾接近17萬左右，但係如果最尾係揀咗頭嗰幾標去做嘅話咧，實際上咧大概係2億5千萬左右嘅，只係大概夾13至14萬嘅，咁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差價出現咗啦。唔止承建商中標嘅準則成疑，有報道亦指涉事嘅顧問公司亦只收取咗約30萬嘅工程顧問費，比起市價應該收取大維修工程費3至4%，即係900幾萬，相差幾十倍。奇怪在當中出現咁多疑問，陳生話物業管理公司似乎乜都冇做。呢間管理公司咧，其實都係算係香港一間比較專業嘅管理公司，但係從來喺呢一次大維修裏邊咧，我睇唔到佢俾出任何專業嘅意見，包括係顧問嘅評分制度。
更令人質疑嘅係，去到開業主大會投票選出承建商及維修方案嗰陣，就出現咗大量嘅授權票。喺我哋上年嘅訪問入面，唔少小業主都非常之質疑，當中仲包括咗現任法團主席徐滿金，佢仲曾經咁樣講過。佢喺投票嘅過程裏面，譬如大會嘅投票，佢當中裏面會涉及一大沓可能200-300票嘅授權票放咗落去，根本我哋不能夠質疑佢嗰個授權票嗰個真假。你自己有冇質疑啊？其實絕對有啦，曾經都發生過一段事，就話有一張授權票，根本嗰個授權人都冇話授權俾佢，咁最後都有搞上差館㗎。法團除咗係附和咗呢個紅藝嘅評分制度之外啦，力銷呢個方案3之外啦，咁佢哋亦都透過法團裏邊嘅義工啦，有好多義工喺度啦，向所有呢個業戶去推銷方案3啦，佢嘅授權票亦都相信係投咗落去雲業嗰度，促成咗雲業去中呢一單嘅標嘅。事實上喺呢類大維修工程下，法團、物管、顧問公司、承建商以至一啲中間人嘅關係環環緊扣，亦好易出現圍標嘅情況。要成功圍標，坊間就有豬仔標嘅講法，即係揾多啲人幫手，用超高價入標，抬高個價，等自己嘅出價睇落好合理。不過最關鍵嘅係都要靠業主嘅授權票，不論係揾人敲門攞授權，亦或冒險做假票，攞夠授權票就可以左右大局。陳生話喺上年唔少業主都想按建築物管理條例集合5% 業主簽名，召開特別業主大會推翻工程同重選法團，但就受到當時嘅法團主席諸多阻撓，要佢哋再三確認簽名。同時下底亦都加咗一句，就係話你哋係有可能要負翻個法律責任嘅。咁當時咁嘅情況咧，引起咗好多業主咧係擔心係會真係有事，咁所以咧就好多業主咧都冇確認。咁佢亦都曾經試過咧係將個申請人嘅個人資料咧就公開喺各座大堂，就話係呢個業主煽動一啲小業主就法團嘅決定咧就作出反對嘅。我係覺得係好滋擾咯，咁我係根據翻我賦予嘅權力，係要求去召開一次業主大會嘅，個個都有份嘅。咁點解你要去阻撓我哋咧？係咪入邊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咧？法團係我哋選出嚟噶嘛？咁點解你要咁樣對翻我哋一啲小業主咧？呢一度總共287個簽名。咁我而家正式交俾你，好，你只要喺嗰個出呢個通告話俾我哋知幾時開會就可以啦。上年7月，小業主再次集合到5% 業主簽名，交俾當時嘅法團主席，最終成功喺9月開到特別業主大會，推翻舊法團並選出新代表。不過因為大維修合約一早同宏業簽咗，工程亦只能繼續上馬。佢哋起初以為換咗法團，換埋新主席，工程會監督得好啲。點知小業主陸續發現工程出現問題，唔止多次見到有工人食煙，亦發現棚網唔合規格，多次投訴都未被新法團同顧問公司正視，之後仲越揭越多。外牆個防水物料咯，咁原本咧係一隻認受性嘅牌子嘅，咁但係咧有業主發現咧就用咗另一隻不知名嘅牌子，咁當中咧亦都牽涉一個好巨額嘅差價啦。去到工程施工咗大概2個月度啦，承辦商咧就匯報翻咧就係雲福苑嗰個石屎個狀況好差，顧問咧當時咧係和議咗。就認為咧係雲福苑本身個石屎問題咧，就引致呢啲情況，認為咧係要支付一個後加數過千萬嘅後加數俾個承辦商去處理嘅。每個問題都涉及巨額費用，係無可避免，咁啱得咁巧，定另有內情？面對種種質疑，新舊法團主席又會點回應？小業主面對大維修又可以點自保？留意聽晚東張西望，宏福大火圍標惹禍。